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嗨，大家好，我是王俊杰，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呢，来跟大家闲聊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同时跟你推荐我在6月底即将在桃园米仓剧场所举办的一个活动。那这一集呢，邀请大家你可以戴上耳机，这一集你可以戴上耳机。刚结束的是端午节，对啦，也不算刚结束，也一小段时间了哈。那在过去呢，我也曾经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去参与绕境啊，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声音。很久没有分享声音的事情了，因为正好最近很多访问，然后都要好的专辑都要介绍给大家。那请你戴上耳机，我要做什么呢？每一年呢，只要是端午节当天，就是淡水淡水最上重要的那个绕境活动，就是我们的清水祖师爷也出来明察暗访。只要是端午节那天开始，差不多下晡2点开始。清水祖师爷头前就开始集结，然后所谓顶头来自全台湾各地的阵头，他们就会开始集结开始准备在整个淡水的这个小镇上面做夜巡的动作。然后呢，通常夜巡会一路到大概凌晨1点左右结束。那隔天早上呢，大概9点10点的时候呢，就会开始一整天的绕境。那一整天的绕境就会一路到晚上。那今年呢的绕境，第2天的绕境呢，一路来到了晚上的12点才完全的结束。那我家正好是海景第一排，我家每一个阵头几乎都要经过我家楼下，因为我家楼下有一个宫庙，然后呢我这里也是一个小小的休息点，然后我家外面的那一条路上呢叫中山北路，那一条路上呢正好就是第1级战区那里，那个会有2个主舞台在那边，然后也会有重要的神坛在那边。那许多拼场的场面呢就会在我家外面的那一条路上进行，所以我家就可以站在我家顶楼的话，大概就可以观赏很多精彩的画面这样子，或者走到我家楼下去就可以了。好，你耳机戴好了吗？我让你听听这个绕境的一些小实况。首先你听到的这个团呢，这是一个鼓吹团不过你听伊咧唱伊咧演奏的歌其实这个你敢来认得出来听这个？这是万神头我的朋友有传讯息给我说，我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团就白听，我是没啦，我是干嘛不离好笑安尼就是我们用这个勾吹团作为我们的开张。其实在这个绕境呢，其实不外乎几个重要的团，一个就是舞龙舞狮的团然后一个是八音团，像这些舞龙舞狮的团，我距离它很近，它基本上它在我后面，然后它会慢慢靠近我们这样。你平常用看的然后你用戴上耳机用听的，然后你会感觉，因为我录音的时候那个声音是会有相位的移动，像这个它离我就在我旁边了，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距离很近的那个 feel 有没有？好，另外除了那个这种舞龙舞狮以外，就是这种家将团。
其实我小时候很怕家将团，我小时候我们在乡下也会有很多那种绕境我伫落港绕境足济啦，然后我其实我个人不知为什么我细汉会惊家将，伊行过我头前身啊，我拢有感觉有一种惊吓的感觉。这个最奇怪，你听。本人啊，常常觉得出现这种团啊，真的很奇怪，就是在绕境的现场，然后出现这种音乐，很不了我觉得有一种很冲突的感觉，而且你听在远方放鞭炮，那搭这种真的很荒谬。可能是我比较不会欣赏我一直都觉得，在绕境的现场里面出现这种奇怪诡异的音乐，好了，我从听觉上来说，我实在是感觉做缭乱的，不知要创啥。比如讲，有的放的是什么妈祖的歌啦，还是迄个其他菩萨的歌啥，我拢感觉合理，但是我感觉做奇怪。那我从小就最喜欢这种像王爷出巡的这种八音团，这是我最爱的。我小时候参加庙会的时候啊，我从小在我们那边的庙会，只要有这种八音团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自己个人就会有一种很庄严的感觉呢，我就会有一种，我就感觉我有一种安尼，就有一种慎重的感觉，嘿，我个人的安尼，比起迄个拄则咱听到迄个。家将的迄个我家将我细汉我唔知安怎，我头前过我会了惊，我看袂到毋过我就是会惊但是这种八音团过啊，我顶多会感觉有种做殊胜人安尼就平安的感觉今年呢，淡水绕境很多团，我觉得比起往年多了很多的团，因为以往啊，如果第二天的白天绕境到了傍晚了，我这边几乎舞台就很安静了那但是今年呢，一路到12点前我这边的那个绕境的团体啊都没有结束，都还陆续的经过这样。那关于淡水绕境呢，听说有3大支派我也是这几天才知道的，就是一个叫做平安师然后另外一个呢叫做清水龙还有一个叫做新兴师。新兴我们这里有新兴国小、新兴街然后今年是我们淡水的清水龙拔得头筹，意思是这样，就是因的条啊上济因的赞助上济，因为今年是因跟他们70周年几周年的那个日子然后我听这里的长辈说，那个不管是清水龙啦、平安师啦新兴师啊那较早拢是咧拼场面的而且后边拢有兄弟人伫哩清水龙啊，他今年很多柱子，然后赞助很多，就是也没有做大间的结果无呢，他只是在我们这里附近一个国中旁边对一个宫庙无盖大间呢。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南北轩这是现在比较没有这么大，但是据说在过去呢，南北轩其实就是就是较正统的一种南北馆的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很大的其中一个支派那那个南北轩今年有跟北投的乐琴民谣协会，就是陈明章老师他们所组织的那个乐琴民谣协会有联合，在我们淡水的这个绕境里面一起跟着出来绕境有从我家楼下经过，我有听到因在造那个流浪狗淡水安尼刚为你介绍的是淡水祖师爷的绕境的一个小片段，其实路很多啦。那
我要回头说的是，其实我从小呢，我从小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长大。我自己呢，在分享讲座的时候啊，或者什么，我都会跟大家讲，我细汉你若讲问我的音乐启蒙是啥，我就会跟你讲，我的音乐启蒙应该就是庙会啊，甲电视。庙会就像讲，阮讲伫迄个鹿港的所在，3步一小庙，5步一大庙，然后所以呢，不是每个月也有1-2个礼拜就会有一场庙会。好，那小小的绕境更是那个不计其数这样子吼。所以迄个耳濡目染内底，迄真侪声音就变做我一个真好的养分，嘛，互我对声音有真侪想象。我不晓得有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的是，我细汉的时阵啊，跟阮阿公阿嬷去迄个跟人去挂香的时阵吼，还是去绕境的时阵。甚至于去看人办事啊，迄个法师在念的物件，我足紧就给背起来哦，很像背课文哦，足紧就背起来。回家我就会拿着那个锅碗瓢盆哦，还是摕迄个水壶啊，然后当做那种打击乐器，各式各样，然后一个人就身扮好几个角色，底下锵，咚咚咚锵，然后嘴巴就念这样子哦。就现在我都已经忘光光了，那时候我就很会跟着念，然后这边咚锵咚咚锵，自己一个人拿着那些道具，然后用汤匙啊，用筷子啊，用反正各种各样可能的东西，就在那边自己在那边玩这样哦。另外一个影响我很深的，也就是广播和电视。这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嘛，就是小时候我听广播，因为我们那里很多制铜的工厂，做档的钢厂吼，然后都是在广播，然后广播里面播的音乐大概很快也就会进入我的大脑里面，所以我还有电视每天中午的布袋戏啊，暗时有莲花歌戏啊、叶青啊吼，还有黄香莲啊，这东西我小时候影响我很重要的一些养分，这些养分放在那里，它有一天等到我在做音乐的过程里面，慢慢又接触很多的台语前辈啊等等，他就这些种子有一天它就慢慢发芽。那我从去年开始呢，我因为前年做了很多跟失智症长辈有关的活动，因为那个桃园的宜人基金会的关系，然后于是让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很想唱歌给长辈听。然后我自己又因为我进入这个产业的时候是90年代95、96年左右，那我经历了很多台语歌的变化，然后华语市场的变化，那加上我小时候那些养分，我就很想把这些故事分享给很多人来听，所以我就做了2件事情，在去年到现在，一个呢是去长辈的那个长照据点唱歌给长辈听，就是因你吃饭嘛吼，因为长辈现在很多长照据点会请长辈出来手作啦、冲响，然后呢吃饭前的1个小时，我就唱歌给他们听，讲一些小小的故事，因为那个比较乱哦，就比较适合唱歌多一点，没有讲故事讲那么多。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唱会，就做的，因为我前年一系列，去年跟谢明佑还有游园坑2位神拜一起做了这个野台念歌诗的讲唱会啊，所以呢，我后来也结合了自己的成长的故事，另外又开始推一个讲唱会，叫门口点的 Melody 吼。那门口点 Melody 里面就会把很多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呢，讲得更加详细啊，讲得更加有趣。比如说，我讲说这一场讲的就是那个为什么伤心的歌要快乐唱。我常就在故事里面，在讲唱会的现场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歌，其实比如说这个母女打扮着妖娇的模样，陪的人客摇来摇去，摇来摇去，你怎么样都想不出它会是一首悲伤的歌。可是你认真的想一下，其实
啊，啥人会当了解做母女的悲哀，暗暗流着目屎，也是结甲笑嗨嗨。啊，来跳舞，骹步若是叮当，不管你是啥人，甲伊当作面梦，你不觉得这就是一首伤心的歌吗？如果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我们觉得歌可能会是要这样唱。啥人会当了解伊做母女的悲哀？暗暗流着目屎，也是结甲笑嗨嗨。来跳舞，脚步若是铃铛，不管你是啥人，甲伊当作面梦。是不是这样比较像？比较是这样子，就算不一定要那么巴萨诺瓦，但也不会这么快嘛。就是类似的故事呢，它就都成为我讲唱会的题材，分享给大家。或者我之前在节目里跟你讲那个和声的温柔，有没有？就是和声总会帮助一首歌创造它更有趣的画面，也许是跟歌手对话，然后也许是呼应那个歌手那个唱的女主角或男主角的心情。然后我做的讲唱会就是很细节的跟大家讲这些故事，同时也会绑着我自己成长或进入这个产业，我自己因为我先天全盲，我看不到嘛，也会绑着我自己的轨迹，因为看不到的历程会有很多部分是跟大家不太一样的所以我就会绑着这些轨迹来做自己的演出。好，那这个演出长度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这样子。然后因为在准备演出的过程啊，我就有天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是明明是悲伤的歌，但是呢，他要欢乐唱。他为什么要欢乐唱？因为问过长辈，长辈说那时候的人啊，他都已经做辛苦的呀，大家拢在打拼，你搁把歌唱，歌就是要大家透透的，好比要大家安尼心情放好轻松，把所有把不高兴的代志拢给淡掉。然后你搁互伊安尼唱啊做悲伤的，伊唔着爱去跳海，很有道理进入得力啊！但是我在整理资料的过程啊，我找到一个有趣的事情，有一首歌它明明它唱起来就是悲伤的情歌，可是啊，我跟你讲，你怎么听你就没有办法悲伤起来，这个很妙，我一定要跟你讲是什么歌我最近在整理资料的过程里面呢，找到这首歌，我试过 N 种方法，我就是没有办法让它悲伤起来。我先用悲伤的弹法唱给你听。我来唱有人讲看到你迄日散步潭水河，身边的迄个人是一个大帅哥。抱歉，我已经练习很多次，但是我只要唱到这一句，我就会笑出来。我在录音的时候我又笑了，好，我也不想重录。你有办法把这首歌想得很悲伤吗？可是这首歌真的很悲伤。有人讲看到你迄日散步淡水河，身边的迄个人是一个大帅哥。一时雄雄突然间，我不知要如何，想要问你有影无？我觉得我又想笑。你讲无一回事，是我咧黑白想。伊讲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一个理由
才勉强。如果是原版，一个理由，一个理由，才勉强，才勉强，我也有缘，激戆戆。你若要甲我扯，我要搁再啰嗦，有影无，有影无。大家我们一起来想一想，为什么明明歌词非常的悲伤，不过这首歌你听到，除非没听过的人，不晓得你是什么心得啦，你可以上网跟我分享一下，你可以留言跟我说，也许有真的没听过的人嘛，你感觉你听起来会有不悲伤的感觉吗？有听过的朋友，你感觉原因是啥？是不是因为我们被那个陈蕾影响，还是因为这首歌就是量身定做，他就是他就是一个大帅哥，你就无法度悲伤起来，你会感觉一直想要笑。你们觉得是哪一种？但是我就得到另外一个有趣的题目，就是其实有台湾人有一些可爱，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伤心的歌要欢乐唱嘛，还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幽默，明明很伤心也要幽默。无啦，我都强离去啊，无啦，我都强撤去啊，无人伊都讲咱歹斗阵换别人，就是有另外一种族群的人会用一种很诙谐的方式来讲自己的伤心。那就亲像到在办丧事啊，然后不是就要守灵嘛我拢在创啥，底下啉酒啊，唔拿我去做一朋友遐，去给长辈拜拜啊。嘛是拜煞的，带去边仔啉酒，不，各有人底下跋筊，安尼，就是大家好像努力会把一些事情让它变幽默一点。好，我的讲唱会呢，就会从这些角度出发。对，就是会从这些角度出发。好啦，我顺便就是用这一集的时间来宣传一下自己的讲唱会。好的，讲唱会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6月28那一天，有一个大日子，就是晚上有金曲奖的颁奖典礼。那下午的3点到5点，如果你是在双北地区，或者你是在桃园新竹一带的朋友，如果你有空的话，我在桃园的米仓剧场，大概就是100多人的座位，就叫做门口店的 Melody 的讲唱会。那么3点到5点，然后我那一天会邀请的是一个很棒的布袋戏团来跟我担任我的特别来宾，桃中阁掌中剧团，很特别的一个掌中剧团。而且阮迄天，阮会唔拿做特别来宾，阮可以联合来做一段秀，大家看安尼。那售票资讯呢，我就把它放在我们的那个资讯栏上面，大家你然后邀请你来听我的表演。好的，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刚刚讲到了和声的温柔，讲到了这个伤心的歌要快乐唱等等等的那和声的温柔呢，我自己的歌最近很幸运的，我有一首歌可以充分展现和声的温柔，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这首歌也是因为遇到了失智症长辈，然后跟他们一起唱歌所创作的歌曲，就叫做虾好你的歌。我想要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播放一次自己的这一首歌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真的就是和声带动了音乐的质感，一开始就把歌名跟你讲了，然后呢，留给你很深的记忆点。好，你若有兴趣的话，邀请你来看我的表演我会跟你讲真多故事，这里面有我自己的和这些音乐一起成长的故事，还有许多创作背后好玩的故事，还有很多音乐的小美感都跟你分享。收听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帮我分享给更多人，同时你可以帮我按评分5颗星。
那另外你也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节目呢都会留下一则贴文，你可以留言给我，然后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想法。好，一个门口点还没到底，你有兴趣的话，我就把售票资讯放在里面，然后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我们可以当作听友见面会来。下回见咯，写好你的歌送给大家。写一首歌，写予咱的时代，唱予恁听。迄时安怎担，迄阵安怎拼，甲恁讲一声辛苦啦。写一首歌，写予咱的时代，甲恁说一句多谢。放予轻松，心情放予开活，今嘛换阮来甲恁听。目一个年已经几十年，细字的你不免提示，咱斗阵来念歌词，写一首歌，写予咱的时代，唱予恁听。安怎拼？甲恁讲一声辛苦啦！写一首歌，写予咱的时代，甲恁说一句多谢。着爱放予轻松，心情放予开活，今嘛换阮来甲你听。一首歌，写予咱的时代，唱予恁听。迄时安怎倒，迄阵安怎拼，甲恁讲一声辛苦啦。